6,700第11课직접句型인민키 직접是字句자칫인민判断动词准备자칫肯定动词是인 제 가베자칫否定动词不是 men 맞아요 지키림바持续태죄치줍直述句主词加判断动词加主词补语조치 대내 자칫인민 대내 조치기 공칙直接치줍疑问句主词加判断动词加主词补语加疑问조치 대내 자칫인민 대내 조치기 공칙 대내 지와主词加正反动词加主词补语조치 대내 줍가 자칫 대내 조치기 공칙主词加判断动词加疑问代词조치 대내 자칫인민 대내 지지에 첩칙 벨르죄例句태죄치줍直述句主词加判断动词加主词补语조치 대내 자칫인민 대내 조치기 공칙我是老师我给引你是学生 Kirang lupchuje我们是佛教徒能错能巴引你们是藏人 Kirang错陪巴人这不是河流迪去沃马人那不是雪山thấy khẳng ri mà dậy这是佛陀的教法迪尼桑叶登巴引离家乡是佛子行迫于崩瓦给谁拉连引夜因果是不欺狂的雷滚这迷路啊人是自利而非利他让敦引起显敦门法的精要是菩提心
去给宁波抢求先巴赢。我是雪域西藏的儿子，我你扛肩陪背扛出营。美丽藏域是我的故乡，这杯盆酒我已泼于饮。祖先的传说是昨天的故事。阿涅吉那当尼卡桑奇当巨影。祖先的传说是黎明的曙光。阿涅吉那当尼能让吉家认影。今天的精进是明天的胜利。提人起尊具你，桑宁起给卡影。今天的懈怠是明天的失败。提人起雷罗尼，桑宁起潘卡影。直接切住。疑问句。主词加判断动词加主词补语加疑问。主次体内车次引面，体内主次其公次，体内指我。我是老师吗？我给跟日备。你是学生吗？去让录出音备。我们是佛教徒吗？俺错能巴日备。你们是藏人吗？去让错陪巴音备。这不是河流吗？的去我马日备。那不是雪山吗？提卡日马日备。主词加正反动词加主词补语。主次体内主角车次体内主次其公次。佛是否是不特伽罗？桑叶康萨惹马惹。菩萨是否是有情？强处先把先间惹马惹。我执是不是无名？等经马日把惹马惹。主词加判断动词加疑问代词。主次体内车次引面体内直接插次。他是谁？空素蕊。这是什么？迪卡瑞瑞。意义为何？屯大扛影。山边的牦牛帐篷，那是谁的家园？日达基扎那出西，提尼素以是金影。山头上白云的花瓣，那是谁的哈达？日高以金格勒基达吗？提尼素以卡大影。